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华硕电脑、甲辉达公司共同来打造着台湾第一座的医药卫生专用的超级电脑。你今仔日举办着启用的仪式，未来将协助着台湾的产业来研发着新药甲疫苗。华硕这间公司最近讲卡着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的争议，先互这个乌克兰的副总理来点名，希望因会当来退出着俄罗斯的市场。之后，阁互耶鲁大学列为全球43间无来响应着退出俄罗斯的企业。华硕的董事长今仔日互问到相关的话题，态度真低调。2、1，请启动。A1资讯创新。台湾第一座医药卫生专用的超级电脑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华硕分团公司 NVIDIA 建立的 AI 生医资讯创新研究和应用服务中心，会协助台湾开发新药和疫苗研究，完成精准医疗等国家级的任务。不过最近乌克兰副总理写批予董事长施总统，和华硕嘛和俄罗斯做生意。针对这件代志，施总统的态度真低调。目前已经暂停出货在俄罗斯了，对吗？这个我们都已经正式对外做了公布。华硕已经发声明回应，已经无出货予俄罗斯，而且嘛关心代表3000万予乌克兰。华硕唔但予乌克兰点名，耶鲁大学调查嘛指出，全球阁有43间企业继续伫俄罗斯做生意。除了华硕，阁有宏基卫星3间台湾电脑的大厂。宏基讲会继续观察乌克兰、俄罗斯的状况，遵守国际之间贸易法规，重视人道关怀。卫星嘛发声明讲，所有伫俄罗斯的销售和经营，拢遵守国际规范。另外，华硕的中国界电竞笔电市场伫俄罗斯的市占率维持3成以上，若无出口予俄罗斯，敢会对营收有重大影响？会影响整体的意愿吗？如果说以我们今天 AI 云端这一块影响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还是着重在生医这个斗内。毕竟公司企业是在商言商，即马全球嘛，敢若毋望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会使赶紧结束。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